根据统计，台湾腹股沟疝气发生几率大约是6%，一档大约有4万名的病患接受疝气的手术。成人的腹股沟疝气，男女的比例大约是9:1。贵综合病院一般外科主治医师魏慈慧表示，治疗疝气唯一的方式就是手术。早期的传统手术以单纯的小腹，或者是放人工网膜进行无张力的小腹。现在有腹腔镜疝气小腹术，不但会用减少痛痛，而且嘛会用缩短手术后的恢复期。疝气它其实是要用手术的方式去做修补，它才会好，不然它不会自己好。但它的成因有很多种，大部分主要还是因为老化之后腹壁的筋膜变弱。再加上腹内的压力比较大，所以就会造成我们腹腔内的脏器的突出，就会形成疝气。那有些病人是因为发现到就是肿块，或者是有些人是可能会有疼痛或者是麻木的感觉之后，才会来求助医师。让基本上就像刚刚所说的，手术是唯一的方式啊。早期大部分是会用传统的，它第一，如果我们从外观来看，它的伤口相对就是会比较大，手术伤口就是会有差别。传统的大概会5到7公分的伤口，让腹腔镜的话大概就是3个小伤口，最大大概1.2，另外2个洞是大概0.5公分的伤口而已。就外观上，它当然会比较好看。另外其实它主要的优势还是于2点，一个是它术后的恢复会相对比传统的还要再快，所以对于一些中年人，他可能想要尽早回去到工作岗位的病人的话，选择微创是一个还蛮适合的选择。虽然腹腔镜疝气小补术的工序较少，恢复嘛紧，不过手术的过程必须要专心来把水。因此，年岁较有的，或者是心肺功能无好的病患，就较无适合使用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